见过绣和蜡染的百褶裙，你见过织出来的百褶裙吗？经常看九妹整理不同织系苗族服饰的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西部苗族的很多百褶裙都是用传统的手工刺绣，再结合我们的手工蜡染做出来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彩色的百褶裙。但是呢，今天九妹也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织出来的这种彩色的百褶裙。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经常看到的西部苗族文山一带的蜡染结合我们的手工刺绣做出来的这种百褶裙的效果，它是正反面不一致的。但是今天看到这种云南平远街一带的织绣百褶裙，它正反面都是一模一样，绣花看似很艳丽很复杂，但是它是用我们彩色的线一点一点排铺出了这种纹理的效果。裙子呢是一本无字史书，它见证了苗族从九历时期跨过了长江，跨过了黄河，然后走到了今天家园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很多服饰它的记录呢，它是以刺绣针脚来展现这种美。它们的用料呢，其实底子都是以我们传统的这个手工的麻布麻线做一个打底，它是结合这种彩色的线进行了这个编织和排铺，让它的这个工艺啊更加的复杂化。它的排线也非常的考验这个苗族妇女的审美，还有它的搭配能力，还有它的配色能力。这个是后围腰，结合这种流苏，再加上彩色珠子的点缀，上面的这种刺绣用色非常的大胆艳丽，撞色也非常的明显。刺绣它的整个排铺纹理都非常的细腻。他们平远街这个地方呢是商贸重镇，地势平旷，所以他们的包容性啊，还有各个民族文化的审美啊，兼容性更强，用色起来也非常的大胆和艳丽。他们的上衣呢，采用了蓝色和红色对撞特别鲜明的颜色，它上面的刺绣也是兼容了各个民族的这种审美的风貌，融合出了自己特有的特色。厂子领上又加了一点点我们的小方领，前围腰要比其他织系的大了2倍左右，非常典型的苗族这种平面几何的几何纹理，花鸟鱼虫纹，让它整个的配色呀非常的舒服。他们的围腰呢，也是比其他织系的苗族啊要大2到3倍，而且它的配色呢也是这种非常明艳大胆，而且整体的满绣呢也非常的费时费力费手工，这是一种商贸堆叠出来的一种复数的华美。今天我们就把平远街的苗族服饰穿在身上。